在《楚乔传》第2季中，大梁因为萧策的死而变得相当混乱，政权的不稳给了燕洵机会，让他带兵攻打大魏。而楚乔这边则决定前往大梁，帮助萧策的儿子稳定局面。宇文悦则是跟袁彻二人继续跟燕洵进行对抗，大魏的生死之战也掌握在了他们的手中。那么宇文悦能否成功击退燕洵呢？我们话接上回。在4月上旬的时候，燕北军在燕洵的带领下对大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。大梁晋安王妃从大梁关口进军，包抄到了大魏白纸关。燕洵的这个决策可谓是非常大胆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会从这边过来。大魏内战的爆发，让元阳为了对抗宇文悦和袁彻，抽调了西南军80%的将士。白纸关之前也多年无战事，这才放松了警惕，所以燕洵入侵根本没遭遇太多的阻碍。在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，袁彻率军进入了西南地区，率先跟西南腹地的守军会合。这也是燕北和大魏战争爆发后大魏第1支大集团的抗击军队。这一次，袁彻带来了19万的兵马，配合守军剩下的1万兵马，刚好是20万大军。3日之后，宇文悦的后勤补给线也建立了起来。宇文悦亲自坐镇了西南盛京大营，这样既可以向南支援袁彻，又可以向北震慑元阳。西边还可以监视雁鸣关，中可以直接统筹全国粮草运转。就这样，盛京城一瞬间就成为了大魏全国的政治中枢。在15日的时候，燕北军在斩河下游完成了军队的第1会师，由程渊作为了统帅，整个燕北军队迅速的集结，还有源源不断赶来的后续部队，总计人数达到了20万。不过燕北却并没有跟大魏正面冲突。在袁彻准备凝聚全力跟燕北誓死一战的时候，燕洵却突然命令各军团分散，向着大魏的北部腹地前进，直接分散了自己的兵力，让袁彻等人根本摸不清他究竟想做什么。因为燕洵兵分10路，向着4面8方袭击了过去，导致现在袁彻接到的情报到处都是遭到阻击、损失惨重、被包围等等。在当初宇文悦从往生营中收下的蒙封，从青海回到大魏后，看到大魏到处都是战争，也有些目瞪口呆地问道：“燕洵是疯了吗？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吗？”不过一旁的宇文悦却看着面前的地图，开始沉思了起来。而很快，宇文悦便突然间将整个地图拿起来，前往了军事参谋部中。我想，我已经猜到他要干什么了。宇文悦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大将们也开始面面相觑了起来。不过很快，眼神之中也透露出了欣喜，看来他们反击燕洵是有办法了。而在宇文悦想办法对付燕洵的时候，楚乔已经带着贺萧等人到达了大魏和大梁之间的边境中。在这里，楚乔还跟大梁的宋钦队重逢了。他们因为被战乱所阻，所以并没能返回大梁，才得以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保存了实力。宋钦队的出现，让楚乔的兵力也更甚了一些。2万精锐狼军加上楚乔2万秀丽军，足足有了4万的兵力，而且都是精兵。只要指挥得当，楚乔有信心面对比他军备多3倍的敌人。在夜里休息的时候，楚乔也在看着桌子上的地图，然后标记着燕洵分兵的那些路线。他要去攻打雁鸣关。楚乔此话一出，让贺萧等人也有些不解，因为燕洵已经占据了白纸关，为何还要费力去攻打雁鸣关呢？但楚乔却摇了摇头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燕洵了。燕洵是从不会受制于人的，现在依旧是如此。在《楚乔传》的故事中，燕洵从来不会选择受制于人，一旦有能力反抗，那么必定会挣脱所有限制他的存在。其实燕洵的这种做法，楚乔稍微想了想就想明白了。因为此时燕北借道大梁，看似十分的完美，但实际上燕洵的后路全部掌握在了晋安王妃的手中。一旦晋安王妃翻脸，或者大梁的皇室反击，那么整个燕北军都会处于腹背受敌的情况。后路一旦被卡住，对整个军心的影响也很大，所以燕洵必须要快速的打开雁鸣关。只有雁鸣关被攻下，才是真正的打开北方门户。这个时候才是燕洵跟大魏决战的时机。想到这里后，楚乔的眉头不由自主地锁了起来。这些本该是他早就想到的，而且燕北的实力绝对不止表面上呈现出来的这样，隐藏在雁鸣关之外的才是燕北真正的力量。大人，那要不要立刻通知宇文大司马？此时贺萧也听得心惊胆战，打算将这些禀报给宇文悦。不过楚乔却摇了摇头，毕竟他能想到的，宇文悦会想不到吗？
如今燕北和大卫的一战，他是无力阻止了。现在楚乔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回到大梁，拿到大梁战局的第一手资料，才能够思考如何去营救大梁的小皇帝。而先前狼军的统帅管松已经派出了斥候兵去传信，在楚乔他们聊计划行动的时候，3位斥候兵也已经归来了，只是这3人却满身是血，2人下马后直接昏死在了地上，只有1位强撑着去禀报了楚乔等人。大梁军情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地步，叛军冲破了寒水关，俘获了守关大将，而徐肃大将军被叛徒出卖，战死在了苍木岭。叛军兵力如今已经达到了20多万，将大梁都城团团包围住了。在听到斥候兵所禀报的消息后，一时间满座皆惊，然后楚乔便开始询问一些其他的信息，从中得知率军的是晋安王妃，此人是强行嫁入晋安王府的，本来是买入府中的一个舞姬而已，但因为得到了晋安王的宠幸，有幸怀上了身孕，还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就这样，晋安王便纳她为妾，1年之后又生下一个儿子，晋安王一开心，便直接将她立为了正妃。作为奴隶能成为正妃，这个舞姬进入晋安王府后，府中自然不会太平。老王妃和2位世子先后过世，所以王府中她就成为了女主人，并且据说这位王妃跟晋安王一子有奸情。听到这些消息后，楚乔的脸色微微难看了起来，便询问王妃叫什么。不过这些却并未打探出来，只是听说王妃的娘家姓仇。本来楚乔还打算想一下自己所认识姓仇的人，不过管松听为大梁京都被包围，立刻坐不住了，连忙对楚乔说道：“大人，京都都被包围了，我们快赶回去救陛下呀！”听到管松的话后，楚乔遥遥望了一眼被燕北牢牢占据的白纸关，然后点了点头，平淡地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对于大梁的保卫战，楚乔是势在必得的。因为此时整个天下燕北称霸的局势已定，如果大梁无法稳定下来，大魏就真的是孤立无援了。楚乔无论如何都要将其做到最好。但是就在这时，另外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了，那就是燕北跟怀宋之间联姻了。在楚乔传的故事中，燕洵本就是一代帅才，只要给他足够强的兵力，那么燕洵就算是一统天下也未尝不可。我们话接上回，在得到燕北跟怀宋联姻的消息后，楚乔已经准备率军攻打白纸关了。在深夜2更的时候，楚乔便对士兵们下达了行动命令。第一点就是要无差别狙杀，对于任何可能造成威胁或者可能发出警报的人，都要给予最干净利落的狙杀。第2点就是第一队在城内制造混乱，然后第2队在东北方驱赶马群，引起城内守军的恐慌，制造出大规模魏军来袭的假象。最后一点就是其余人在城外等待，随时准备接应同伴，趁乱出关。在下达了3点命令后，楚乔便等待3更天的到来，这也是守夜士兵最困乏的时候。在3更敲响的时候，贺萧便带着士兵们开始向着白纸关奔驰而去。1个时辰过后，整个白纸关内彻底的混乱了起来。楚乔没有任何的犹豫，立刻带着剩余的人马开始走水路，向着大梁方向全面而去。燕北军全部都是骑兵和重甲兵，没有半个水军，如今又是仓促之间接管的白纸关，自然是无法防守水域的部分。所以楚乔选择的水路确实是今日入大梁的最佳通道。但是他们刚走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楚乔就听到前方有着水声的出现。此时楚乔直接弯弓搭箭，一箭射出后便听到了一声惨叫，然后对面便出现了数百只火把以及500多只的战船，阻挡楚乔等人的正是燕北的军官。这也是让楚乔没有想到的，燕洵竟然能够小到这种地步。跳！在燕北军利箭上弦后，贺萧立刻下达了跳船的命令，所有秀丽军全部跳入了江水之中，不留一丝痕迹。将军，船漏水了！在秀丽军们跳船不久后，燕北军中便因为这声喊叫突然乱了起来，大批船的船底被秀丽军给砸碎了，而他们燕北军根本不是水性，只能抱着浮木在江水中不断的挣扎。他们在下面用长矛、石头砸死他们！此时燕北军的将领大怒地喊道，立刻下令对水下进行进攻。即便是有人说出了水中还有他们的人，也依旧无法阻挡这个将领的下令。毕竟再这样下去，他们所有的船都会被对方凿碎。随着巨石和长矛的砸入，水面上也顿时出现了红色的血雾，但是却没有见到一个人浮上水面。
就在燕北军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在极远的江面上浮现出了无数密密麻麻的人头。他们一边浮在水面上，一边脱下了自己的上衣，几个人聚拢在了一起。仅仅片刻之后，便人人浮了起来，顺着水流迅速地飘走了。快追！燕北将军见到对方要逃走后，立刻下令进行追捕，却没想到之前碎掉的船和木筏早已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秀丽军逃走。在众人会合后，楚乔统计了一下人数，发现足足有3000多人死在了刚才的战斗中，2000人死在了水下，被长矛和石头砸死。但是这也是最小的代价了，并且剩余的人马全部通过了白纸关，对于楚乔来讲也是最好的结果。只是过关后也并不能放松，他们已经被燕北军给注意到了。白纸关后面大片的领土依旧在燕北军的控制之下，接下来又是一段长时间的作战。那么楚乔能否顺利的进入大梁京都？